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6集有小介绍肉粽，这粒就是阿光上爱食的肉粽。足香的吼！等一下才食，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5日节、5月节，这摆放假的主题是和5日节有关系，嘛有人讲是5月节。5日节是台湾的一个节日啊，一天拢会爬龙船甲白粽。爬龙船，爬龙船。爬龙船的爬是过船的动作，白粽，粽虾，北部粽是炒色，包好才落去吹；南部粽是用青米爆好才落去杀。大肠过小肠，大肠过小肠，就是巴肚照枵的意思啦。动坏坏，硬扁扁，定哭哭。哦，这实在是动坏坏啊！手拢硬扁扁啊！哎呦，这个定哭哭哦！各样各样，各样各样。肉粽是糯米包的，唔通食伤济，无腹肚会各样各样破风无爽快哦。这边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伫肉粽的鸭变骹手，用食米来控制人的卑鄙手段，害人食了身体各样无法度控制。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到，佮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光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好食的肉粽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替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试赞、追踪、分享料理救援队，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